清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将玄权志行政长官智瑟夫从梦中惊醒。从首都长安星夜兼程的邮差携带紧急公文到达这里。智瑟夫收到了一封装在木盒中并加盖封泥的平信。他随即命令值班一族给邮差准备早饭，更换马匹。西北的黎明干燥寒冷，祁连山的轮廓线清晰起来。通向西域的道路若隐若现，远处驻屯部队营区里传来狗吠声。对于地处河西走廊西北端的玄权志来说，这将是格外忙碌的一天。经过验证，这是汉帝国最高级别的公文。公文中说，一个事关国家西部安危的汉帝国使团即将到来。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2000年后，人们将会发现这次接待任务的文字记录，和这里曾经波澜起伏的边关岁月。1990年5月，地处敦煌戈壁荒漠一个叫玄权的地方，发现疑似盗掘迹象。随着甘肃省考古队展开的抢救性发掘，一座汉帝国时代的西部驿站玄权志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座方形城堡，办公区、住宿区、马厩、瞭望角楼等设施完备。从这里发掘出土的各类文物17650多件，其中汉代简牍便有15000余枚。自19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共发现汉简8万枚，其中6万枚出土于河西走廊。对照文献记载解读这些汉简，
2000年前，汉帝国河西走廊的历史镜像逐渐凸显出来。汉帝国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后，汉武帝开始在河西走廊设置行政机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4郡相继设立。长城、烽燧等防御工事以及邮驿系统也开始向西延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邮驿被视为国之血脉。这是1982年邮电部发行的一张纪念邮票，邮票上的彩绘壁画《义士图》出自悬泉至以东300多公里的酒泉丁家闸壁画墓。跃马疾驰的信使手持平信，快马加鞭，这是古代河西地区邮驿工作真实而形象的记录。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国家邮驿机构就被称为制。汉帝国的制不仅仅是传输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同时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站。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师到边关，中央政令的下达，基层情报的上送，政府往来人员的接待等等，都是经由各级驿站来完成的。悬泉治隶属汉帝国河西重镇敦煌郡，是一个在悬泉设置的政府机构。色夫是秦帝国与汉帝国时代县级以下官员的称谓。制色夫就是悬泉治这个邮驿机构的行政长官。悬泉治由敦煌郡太守派员监领，制色夫管理日常工作，并有官徒足狱37人，船车15辆，船马40匹，还有官牛和牛车。在敦煌郡，像这样的治共有9处，它们从东到西依次摆在通往西部边疆的通衢要道上。汉帝国继承了秦的邮驿体系，并进一步完善，5里设邮，10里设亭，30里设驿船或治。全国各级各地遍布的驿站，犹如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确保汉帝国政令畅通，统治力高效强大。从悬泉治出土的简牍中可以看到，过往悬泉治的主要有这样一些人：西域各国的使者和宾客，汉帝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归附汉帝国的羌人、官家奴婢，以及由政府统一安置的内地流民及刑徒。在悬泉治出土的汉简中，一件元康5年悬泉治过长罗侯费用部的简牍，引发众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元康5年，也就是公元前61年，正是这枚简牍把我们带回了那一年的那个早晨。公元前61年的那个早晨，传递紧急公文的邮差在悬泉治匆匆吃完早饭，翻身上马。他的目的地是西方60公里外的敦煌郡郡守所在地。此时，在中国西北的天空下，大规模的征战渐渐平息，帝国生机勃勃，一切运作皆在掌控之中。
维持西部边疆的稳定是朝廷决策者密切关注的重要事项。尽管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已辞世26年，但他所带来的影响却极其深远。在狭长的河西走廊通道上，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是频繁调动的部队和参与屯垦的中原移民。漫长的军事防御工事、城堡、烽燧，还有络绎不绝的商队昼夜穿行，串联在戈壁的驿站，把急切的军令和温暖的家书由内地传向边疆，或者从边疆传回内地。望着邮差飞驰而去的背影，智瑟夫睡意全无。他已接到通知，长罗侯常惠率领下的帝国外交使团即将经过他们驿站，并要在这里停留一晚。对于智瑟夫来说，常惠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常惠，祖籍山西，是横跨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3个朝代的外交活动家。公元前100年，他自告奋勇，随苏武一同出使匈奴，试图缓和汉帝国与匈奴的冲突，但不料被匈奴扣留19年。常惠和苏武一样，不但没有妥协，而且在同匈奴王朝的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才干。最终，他们被释放回国。常惠的才能得到朝廷的认可，之后他步入朝堂，成为汉帝国处理西域外交事务的顾问。公元前61年，已是3朝元老的常惠率领一支使团从京城长安出发，他将途经河西走廊的玄泉至，前往西域。智瑟夫记得，这应该是常惠第5次经过玄泉至。这个使团的目的地是乌孙。乌孙，一个古老的西戎部落，公元前2世纪曾生活在河西走廊。他们在与肉支部落的争斗中落败，远走西域，最终在天山西路伊犁河谷建立了一个国家——乌孙国。在河西走廊以西的广阔地带，散落着众多小国。这被张骞记录下来，史称西域36国。乌孙国便是西域36国规模较大的城邦之一。他们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优良的牧场。阿拉山口和伊犁河谷是通向中亚和欧洲的必经之路。此时，匈奴在退出河西走廊之后，急需依靠西域的人力物力稳住阵脚。辽阔富饶的西域因此成为匈奴的战略缓冲地带。匈奴王朝已经通过与乌孙结盟，间接控制了从伊犁河流域前往伊朗高原的交通线。若是匈奴完全控制这一区域，就可以从西北方向包围侵扰汉朝。但张开臂膀的汉帝国对西域也变得触手可及。汉朝西部边境线沿着河西走廊迅速向西北延伸，汉匈两大势力在广阔的西域渐次上演了激烈的政治与军事较量。公元前119年，当张骞第2次出使西域时，汉武帝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国家战略，
积极推进与西域各国或是建交，或是结盟。为此，张骞在第2次出使时，专程前往乌孙访问，说服乌孙首领列交弥派使节去中原实地考察。他的努力终于奏效，乌孙使者看到这个中原帝国的强盛景象，当即决定和亲。汉武帝迅速作出响应，选派皇族女子细君公主远嫁乌孙首领列交弥。由此，汉帝国与乌孙开始确立结盟关系。不久，老一代乌孙首领去世，新一代首领军须弥继位。始终不能适应西域生活的细君公主抑郁而终。消息传来，为继续与乌孙和亲，完成结盟西域的计划，汉武帝决定再派楚王的孙女、性格泼辣的解忧公主嫁给军须弥。时光流逝，军须弥死后，按照乌孙风俗，他的弟弟翁归弥继位，并娶了解忧公主。解忧公主坦然面对命运的波折，最终和翁归弥生了3个王子和2位公主。孤身一降，解忧公主坚韧顽强地维系着汉帝国与乌孙的联盟。转眼间，解忧公主已经在乌孙度过了20多年的时光。在遥远的长安城，派遣解忧和亲的汉武帝已经去世，但携带着大批礼物从长安去往乌孙的使团，依然每年都会经过悬泉至。但乌孙在与汉朝联合打击匈奴的问题上，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反而在求得汉公主的同时，又接纳了匈奴之女为左夫人，一直在汉朝与匈奴之间徘徊不定。但即使这样，乌孙与汉的日渐亲密，还是惹恼了匈奴。公元前74年，乌孙受到匈奴和西域小国车师的联军攻击。面对匈奴大军压境，解忧公主挺身而出，上书求汉朝出兵救乌孙，一封加急信函送抵悬泉至，之后一路快马直奔长安城。20多年来，解忧公主一直致力于建立乌孙与汉朝的联盟。这次危机使她看到了在两者之间实现军事联盟的机会。不巧的是，当这封信到达长安时，恰逢汉昭帝驾崩，汉帝国无暇西顾。汉宣帝继位后，思虑谨慎的他并未贸然出兵，而是决定先选派使节前往乌孙了解相关情况。他想到了长惠。长惠熟识匈奴及西域诸国的情形，而且她是解忧公主出嫁前在京城的好友。公元前72年，长惠第一次出使西域。那一年，长惠应该有50岁了，但思维敏锐，气度不凡。他一路西行，来到了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悬泉至。那也是智瑟夫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英雄。接到了驿站递来的信函，解忧公主早早的就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一别几十年，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早已一去不返。
如今两人都已饱经岁月，并且每个人的肩上都担着一份重重的国家使命。形势紧逼，来不及细细道说这些年彼此的故事。常惠、解忧公主及乌孙首领开始商讨对付匈奴的对策。乌孙首领迫切表达了要发国内精兵，与汉朝共同打击匈奴的愿望。随即，常惠辞别了解忧公主，与乌孙使者一起踏上了东返长安的路途。公元前71年正月，汉宣帝下达了对匈奴的攻击命令。五员大将兵分5路，率领15万骑兵向西开去。但熟悉西域事务的常惠并未出现在兴师动众的远征军中。事实上，在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展开之前，常惠就以校尉头衔带领10余名侍从经过了选选制。这看上去仅仅是一次例行出访，但常惠的真正使命却是向乌孙通报汉帝国征讨匈奴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协调双方在军事上的联合行动。因匈奴提前逃遁，汉帝国西进的5路大军无功而返，而常惠担任参谋长、协调指挥的乌孙5万骑兵却意外地大获全胜。这次军事合作，标志着汉帝国终于实现了自汉武帝以来在西域寻求军事同盟、东西夹击匈奴的夙愿。公元前70年，回到京城的常惠被帝国嘉奖，晋封长罗侯。与此同时，汉宣帝希望常惠能立即再次出使乌孙，代表汉帝国答谢乌孙征伐匈奴的战绩。临行前，常惠向汉宣帝提及了一件旧事。7年前，汉昭帝时期，西域龟兹王下令偷袭并杀死了汉帝国派往轮台进行屯田的校尉赖丹，并驱赶汉帝国派出的屯田士兵。屯垦戍边，在当时是汉帝国巩固河西走廊这条战略通道与经略西域的重中之重。张骞出使西域时，汉武帝就已经意识到河西走廊的军事与经济价值，要确保走廊的安全，首要目标是实现军事移民。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后，汉帝国随即启动了屯垦移民。设置河西4郡后，陆续征调前往河西走廊屯田的官兵高达18万人。大批部队沿着河西走廊布防，他们无事则耕，有事则战，确保这条战略通道的稳定通畅。在茫茫戈壁滩上，士卒们一边守卫边疆，一边开荒种地、修渠筑坝，把沉睡的土地唤醒，让绿洲充满生机。2000年以后，在酒泉果园乡丁家闸魏晋墓和嘉峪关新城乡魏晋墓中发现的画像砖上，摹写了汉帝国河西走廊戍边士卒的屯垦画面，这被当代文物工作者命名为屯垦图。图中士卒们持农具将谷物扬起，紧接着就是士卒扶犁耕地的画面，充分显示出当时屯垦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渐渐的，在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上，环绕着绿洲出现了村庄，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出来。
人工灌溉系统出现了。大规模屯垦戍边很快得到了报偿，河西走廊率先成为新兴的农业区，中原发达的农业技术发挥着积极作用。从中原来的士兵将祁连山两侧的绿洲打理得欣欣向荣，井井有条。《汉书·匈奴传》记载，到汉宣帝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已是人民炽盛、牛马不野，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有效地支援了从这里出发的中原王朝的部队。从悬泉至一路向西，到达敦煌后，再向西北行约90公里。在茫茫无边的戈壁上，经过千百年的风蚀，仍屹立着一座汉朝储备粮草的军需仓库遗址。这座仓库大约有一个足球场的长度，因北临疏勒河，被称为河仓城。古人用船将酒泉、敦煌郡的粮草运到这里存储，以供玉门关、阳关一带的守卫军马使用。但汉帝国的西部屯田政策仍旧不断遭遇挑战。随着汉帝国与西域往来的日益频繁，屯田戍边的范围也渐渐沿着河西走廊延伸到西域一带。公元前78年，汉昭帝任命赖丹为校尉将军，屯田轮台。随后，汉帝国的垦区拓展到车师一带。汉帝国的西部屯田计划令匈奴王朝感到恐慌。他们怂恿龟兹、车师等国与汉帝国对抗，杀死了校尉将军赖丹，试图迫使汉帝国取消屯田计划。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但当时因鞭长莫及，汉朝未能及时讨伐。此次出使前，常会向汉宣帝提起这件往事，并建议，汉朝在西域的势力已今非昔比，可以借助乌孙等盟国，让龟兹为杀死汉帝国屯田官员付出代价。但汉宣帝不想扩大事端，拒绝了常会的请求。公元前70年，刚刚被封为长罗侯的常惠，开始了他第3次西域之行。在至色夫眼中，常惠这次西域之行变化最明显的是随行人员的数量。上次只有10多人随行，而这次却是一支500人规模的精锐部队。常惠到达乌孙，例行封赏后，在随后的密谈中，他将自己此行的计划向解忧公主和盘托出。虽然汉宣帝拒绝了惩罚龟兹的请求，但常惠还是得到了汉帝国军方的支持。他将借此次出使乌孙的机会，顺道发动对龟兹的征伐。对于擅自行动的后果，他将独自承担。解忧公主被常惠的胆识打动，坚定地站在常惠一边。她不仅说服了乌孙首领派出军队参与此次军事行动，而且马上派出自己的使者前往西域诸国商讨借兵事宜。常惠在从乌孙返回长安途中，
带领与帝国结盟的西域各国及乌孙数万人马，兵临龟兹城下。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联合西域各国进行的征讨行动。结果兵不血刃，龟兹王为当年的行为郑重道歉，并惩处了杀害赖丹的凶手。尽管常惠公然违抗军令，但征伐取得了胜利，为汉帝国一雪前耻，因此汉宣帝并没有惩罚他。距离上次常惠东返长安6年过去了。公元前64年，常惠第4次受命前往西域。他率军解救了被匈奴围困在车师的汉侍郎郑吉，以及其手下的1000多名屯田士卒，而且还带回了一封乌孙首领的书函。面对汉朝国力日趋强大，为继续巩固乌孙与汉数十年的结盟关系，在解忧公主的提议下，乌孙主动上书，提出要立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弥为乌孙太子，并请求以马、骡各1000匹为聘，为元贵弥迎娶汉公主。于是，公元前61年，为了汉与乌孙的再次和亲，常惠将再一次来到玄泉至。智瑟夫一早就开始紧张忙碌了。这天上午，往来穿梭的行人，驿站的士卒，赶着马匹的商队，像往常一样，从玄泉至门前的通道上经过。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政策是奏效的。汉帝国通过包括和亲、屯田、派驻官吏、经济馈赠、军事打击、以夷制夷等组合策略，正在赢得掌控西域的主动权。中原的人们可以安心发展生产，南方的丝绸特产也有了输往域外的机会。丝绸贸易渐渐兴隆，漂亮华丽的丝绸汇集到洛阳，又从那里出发，沿着河西走廊输送到广袤的西域。从玄泉至出土的汉帝国竹简上，人们可以看到当年详细记载的从武威到敦煌沿线驿站的名称以及里程。从苍松、鸾鸟、小张掖、姑臧、咸美、低池，到路德、昭武、祁连志、表示，这些驿站精确地指出了丝路东段的行进路线。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沿途的驿站发挥着巨大的稳定器作用。公元前61年的这个午后，智瑟夫依然在紧张准备着。长罗侯常惠的使团预计会在下午到达这里。与之前的剑拔弩张不同，这一次常惠的任务轻松而欢快。使团此行是要到乌孙接受迎娶汉帝国公主的聘礼。日落之前，长罗侯常惠的使团抵达了玄泉至。忙碌与欢乐的气氛达到高潮。自解忧和亲已经过去了40年，汉与乌孙及西域的关系已经渐趋圆满。为了庆祝这一不同寻常的时刻，智瑟夫专门准备了一个隆重的迎接晚宴。
他早早备好了丰盛的食物，悬泉至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那个傍晚的场景，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但记录了此次接待事宜的汉简却留存至今。这就是过长罗侯费用簿，里面记录着此次过往的人数和消耗掉的食物。这年深秋，长罗侯从乌孙返回，一起回到长安的还有一支由300人组成的庞大迎娶使团。从乌孙首领到太子、左右都尉、大将等主要的高级官员，都分别派遣了使者。这是有史以来乌孙派往汉朝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个使团。1年以后，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西域，汉帝国在乌垒城，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轮台县，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4年前在车师被常惠率兵解围的汉侍郎郑吉，被任命为守卫都护使，成为汉帝国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这就是《汉书·郑吉传》中所称的“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自此后，汉帝国在西域势力依然不断扩展，西域都护辖境越过葱岭，其所辖属国也由36国增为48国。西域诸国派往汉帝国的贡使往来不绝于途，万国来朝一时成为时尚。地处河西走廊要冲的悬泉至始终车水马龙。这些来自西域的贡使，沿途为汉帝国军纪严整、运行有序而赞叹不已。此时此刻，从武帝开始，经昭帝、宣帝3代皇帝共历60余年，汉帝国倾其国力，锐意进取，军事与外交齐头并进，屯垦与戍边相互支撑，最终开创了汉与西域和平共荣的新局面。而河西走廊此后一直扼控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作为中原向西的外交和政治通道，成为西北边陲重地。公元前52年，在常惠的斡旋下，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弥已经成为乌孙国的大首领，乌孙也正式成为汉帝国的属国。为辅助解忧公主和元贵弥，常惠再度出使乌孙。这段时间，乌孙国内政局极其不稳定，担负着重大国家使命的常惠需要和汉朝保持及时顺畅的沟通。就在此时，常惠被急召回京，后将军赵充国去世了。赵充国，陇西上归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人，是汉帝国彪炳史册的将领之一。同朝多年，常惠对赵充国一直充满敬意，而赵充国一直倡导的屯田戍边的理论，更是汉帝国经略西域的指导之策。9年前，公元前61年，也就是常惠率使团前往西域迎娶乌孙聘礼的同一年，76岁高龄的赵充国为守卫河西走廊，不顾年迈，
主动领兵出征。征战期间，赵充国三上屯田奏，总结汉朝已实行了多年的屯田经验，提出了屯田对内可节约经费，对外可防御守备的战略方策。这3封屯田奏将汉帝国的屯田措施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屯田政策得到了整个帝国的空前重视。经历战争之后的士兵化剑为犁，在帮助当地恢复生产的同时，使战争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保证了一个区域的长期稳定。这不仅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匆忙回京的常惠又一次经过悬泉至，这次常惠多待了1天。他也许不会知道，自己20年奔波西域的日子从此画上了句号。此后，他再也没有来过悬泉至。回京后，常惠接替了赵充国的右将军职位，同时继续掌管对西部各国的外交事务。公元前51年，这是一个多事之秋。刚刚册立不到3年的乌孙大首领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弥病逝。此时，解忧公主已经70岁了。一封她写给汉帝国皇帝的信，经过悬泉至，奔向长安。解忧公主希望可以落叶归根。2年后，公元前49年，曾经为中国西部边疆呕心沥血的解忧公主终老长安。又过了2年，智瑟夫得知长罗侯常惠在长安去世。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得知那位没有留下名字的智瑟夫是在哪一年离开的悬泉至，更不知道他最终葬在何地。但我们知道，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悬泉至，那都是一段生机勃勃的岁月。2000年后，人们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最终还原了悬泉至岁月演变的轨迹。根据对悬泉至遗址的考证，由汉至魏晋，这里一直发挥着作用。魏晋时期废制后，唐王朝再度恢复建制为悬泉驿。在宋以后，悬泉驿渐次淹没在岁月长河中。今天，当人们回望历史时，便会更深地体会到，汉帝国打通河西走廊的战略是多么重要。此时的汉帝国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沿着祁连山向西北发展的格局业已形成，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正式开通。从中原出发，穿越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便进入广阔的西部地带。
这条通道不仅仅对于稳定与经营西域是至关重要的，更关乎中原帝国的生死存亡。明末清初地缘政治学者顾祖禹对此总结道：“欲保秦陇，必稳固河西；欲固河西，必开拓西域。”而历经2000年、数十个朝代更迭之后，通过河西走廊这条通道保障并形成的屯田戍边的汉帝国国策，再一次深刻影响了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西北、东北、西南边疆部署了大量农垦部队。屯垦戍边再一次成为20世纪中叶新中国的国策，历史就这样构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重叠。当面对河西走廊璀璨的星空，人们或许会被历史带来的回响深深震撼。光阴流过，那个时空背景再也无从复制，但汉帝国留在河西走廊的边关生活，却依旧感动我们的心灵。一座方形城堡，办公区、住宿区、马厩、瞭望角楼等设施完备。从这里发掘出土的各类文物17650多件，其中汉代简牍便有15000余枚。自19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共发现汉简8万枚，其中6万枚出土于河西走廊。对照文献记载解读这些汉简，2000年前汉帝国河西走廊的历史镜像逐渐凸显出来。汉帝国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后，汉武帝开始在河西走廊设置行政机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4郡相继设立。长城、烽燧等防御工事以及邮驿系统也开始向西延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清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将玄权志行政长官智瑟夫从梦中惊醒。从
从首都长安星夜兼程的邮差携带紧急公文到达这里。志瑟夫收到了一封装在木盒中并加盖封泥的平信。他随即命令值班一族给邮差准备早饭，更换马匹。西北的黎明干燥寒冷，祁连山的轮廓线清晰起来。通向西域的道路若隐若现，远处驻屯部队营区里传来狗吠声。对于地处河西走廊西北端的玄泉至来说，游弋被视为国之血脉。这是1982年邮电部发行的一张纪念邮票，邮票上的彩绘壁画《义士图》，出自玄泉至以东300多公里的酒泉丁家闸壁画墓。跃马疾驰的信使手持平信，快马加鞭，这是古代河西地区游弋工作真实而形象的记录。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国家游弋机构就被称为制。汉帝国的制不仅仅是传输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同时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站。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师到边关，中央政令的下达，基层情报的上送，政府往来人员的接待等等，都是经由各级驿站来完成的。玄泉至隶属汉帝国河西重镇敦煌郡，是一个在玄泉设置的镇。1990年5月，地处敦煌戈壁荒漠一个叫玄泉的地方，发现疑似盗掘迹象。随着甘肃省考古队展开的抢救性发掘，一座汉帝国时代的西部驿站玄泉至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将是格外忙碌的一天。经过验证，这是汉帝国最高级别的公文。公文中说，一个事关国家西部安危的汉帝国使团即将到来。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2000年后，人们将会发现这次接待任务的文字记录，和这里曾经波澜起伏的边关岁月。